聖公會鳳基千禧小學喺呢25年嚟，每一步都滿載住上帝嘅恩典同埋祝福。同時，我哋都經歷咗無數嘅難忘時刻，見證住師生共同成長嘅足跡。呢一切都係天父嘅帶領同埋眷顧，讓我哋而家懷住感恩嘅心，再次細味呢段由天父所編織嘅美好旅程。喺過往嘅歲月入邊，多任校監同埋校長一直秉承呢一份信念，用心帶領學校前行，關顧師生需要，為今日嘅校園發展奠下穩固基礎。校園嘅每一日都蘊含住基督嘅愛，呢份愛係嚟自耶穌基督嘅教導。你們要彼此相愛，像我愛你們一樣。學校定期都會舉辦唔同類型嘅活動，俾鳳基千禧嘅同學仔可以全方位學習，例如透過與內地姊妹學校進行交流，唔同主題嘅跨學科學習活動日，同學透過活動實踐所學，提升溝通同解難嘅能力。喺探索知識嘅過程入面，佢哋唔單止可以發掘到個人興趣，更建立起自信，從而茁壯成長。感恩過去，邁向創新嘅未來。多年嚟，學校不斷更新同埋優化校園設施，見證住我哋與時並進嘅步伐，展望未來。例如1樓嘅抱石牆，3樓嘅 pop-up corner， 5樓嘅千禧書房，禮堂嘅 LED 大屏幕，課室嘅電子黑板等等，都為同學提供多元化嘅學習活動空間。另外，為咗舒緩同學嘅學習壓力，學校增設咗籃球機、1樓嘅 Toy Zone同埋氣展球機、6樓嘅休憩空間。最近學校更係4樓禮堂
門外設有馬賽克壁畫、1至6樓升降機旁嘅宗教畫，以及操場嘅挪亞方舟壁畫，令學校增添咗唔少嘅宗教同埋藝術氣息。係未來我哋將提升科技教育，例如籌備嘅新電腦室，提升電子化嘅設備，從而為學生建立更加完善嘅學習環境。祝鳳姬千禧生日快樂！鳳姬千禧生日快樂！生日快樂！鳳姬千禧生日快樂！鳳姬千禧 Happy Birthday！鳳姬千禧 Happy Birthday！鳳姬千禧生日快樂！鳳姬千禧25週年快樂！鳳姬千禧生日快樂！好高興喺我哋結婚嘅時候，都見證到鳳姬千禧小學25週年。作為第3屆04年嘅畢業生，多謝當年老師嘅教導，幫我哋累積咗學習同埋做人嘅基礎。咁祝學校薪火相傳，桃李滿門。鳳姬千禧，感恩傳愛創未來。我哋再一次祝賀我哋嘅鳳姬千禧小學，感恩傳愛創未來，大家加油！